接下來帶你去桃園新屋已經過鐵皮的傳統，賣嘅係過土地的南非美食。頭家李氏九本來喺南非做黃金買賣，退休回到台灣過後，囤兩個奶爺先做南非進口5個囤香料嘅生意，裡面有人客建議入轉做南非異國料理。睇奶爺喺台北開分店，新屋嘅傳統如係一個頭家李氏九，韓國天嘅奶爺來經營。現在南非有鐵皮的知名背景，催生的口味如果多樣化，傳統嘅布擺同設計，即係具有南非嘅大自然風味。雖然呢傳統呢睇鄉下細路順，不過還係幾多正常名人為佢提能教幹，帶大家鄉下來看下先。行業太密，兩片的樹位樹態陽態，含吹嘅多而層層嘅涼風。稍大木族看到嘅係冷流嘅煙呢，韓國熱凍石凍簡單嘅木粗屋嘅，看起來同平常嘅人家冇乜嘅正差。行業風度，邊講嘅圖，韓國布擺都動有為主嘅風格，許多嘅就像出貴用嘅。上面這裡呢，含到苦度 KUDU， 南非一種羚羊，這羚羊喺南非地方國最大嘅，有選擇一種公嘅保護佢嘅老婆啊、生人啊、死嘅都唔敢靠近啊。一種公嘅嘅苦度呢，一種羚羊呢，大嘅大概200公斤啊，一大嘅。布擺到規劃建立嘅藝術品，都係非洲草原杜康漸漸看得到嘅動物，上嚟到大家嘅注意，也係一件專門賣南非美食嘅傳統。南非呢最重要有5種，很多南非500，英文很多 Big Five。你一到南非，你就看到幾種地方都有一些圖騰，圖騰就會香。啊，那5種呢，太香。是誒，犀牛、野牛、豹誒，很多 Big Five 十分有名。很多南非500，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非500。南非樹和南非一朵。其實人說，前兩日嘅頭家李氏九，望見有精神嘅小姐，也都對南非來嘅報。而在後生家下設定南非做黃金買賣嘅生意，總係會3-4成嘅。對佢來講，南非係佢天然嘅文化。南非當然啦，地方比外邊大36倍，人口多外嘅1倍，地方大十分亮，風景十分亮。但係呢，地方大嘅時候出門啦，你都心都有打算，一開車食一個飯3個鐘頭，來回6個鐘頭，一片床。成不幾年來講，當然冇台灣咁細嘅地方啦。出門走路10分鐘都有地方食。住喺南非嘅生活同菜地嘅景物，當地特色嘅飲食文化，佢咩東南亞標題。退休過後，佢轉到台灣，兩個奶爺都去做南非進口5個同香料嘅買賣。電影下嘅建議下，開始考慮做純飲。不過，一啲淳樸嘅客家莊賣時春、條蝦馬、熱刺多怕易難。做下邊當然啲咧客家莊，俺哋客家人刻苦勤勞，一生嘅，一生，哦。所以咧，我哋工作嘅時候咧，附近啊就幫我哋做嘅啦，都講，同我太太講，人家都好笑。新屋入邊啊，唔去做啊，3個月就關門哦。新屋是冇時傳聽嘅哦，唔得嘢做時傳哦，做唔到。我同我太太講唔要緊，我哋係做小錢，如果可以小錢，然後來嘅時候，我就當做一家人大家聊一聊天，但心都係唔想我
愛出麥嘅睇錢，你就冇壓力，冇壓力做就很輕鬆。唔係邊度會存錢，世界上嘅老名氣就會尋找嘅南非意思同客家當人分享。按特別嘅料理，天天內地幸福打出名聲。每上嘅動作有名嘅人，對到廿食飯。呢是叫附近外錯，做下係教本加豐肉同天然嘅奶嘢。點到一定數分享嘅，就係鴉片古荷蘭燉肉。老煎多長長嘅肉排，用到300嚟烘，面殼用1年又1年嘅長脆，再過冬日烹酒，韓國用熱南非嘅香料，只係微波5點鐘，將會出味。我同解釋一下哈，有好多荷蘭燉肉，荷蘭燉肉呢，荷蘭人有個公司，好多東印度公司，17世紀就殖民南非。最早統治南非嘅係荷蘭，以前他們做荷蘭燉肉，哦，冬天嘅他們做 poikikos， 香料食緊嘅香料，1多種香料，還有泡葡萄酒，新種嘅蔬菜、水果，加上豬肉，慢慢的燉咧。一般來講，燉越久越好，燉1日都可以，唔好燉到糟皮就做得。第二呢，也都係鹽漬、糖漬燉出來啊。poikikos 南非第一菜，十分有名嘅傳統嘅，我南非有300-400年嘅歷史。你把它炸好來啊！慢慢的放。南非有按特別的出名背景，故所有用夾各國方面嘅傳點，將嘅鴉片碰到金黃生熟嘅深海魚排，食起來肉又嫩又 Q， 再個溫地味順咬又鬆口嘅水蜜桃糕翅，也就係南非家庭天作為有嘅英國式料理。南非鴉片食起來會顯示嘅雞肉起司煲，就係德國嘅代表菜。在他们的食物怎么看都像西餐，可是因为他们是个彩虹国度，这个彩虹国度啊，它融合了各个西方的精髓，比如说德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他们利用南非当地的香料食材、南非的做法、外国的精髓融合在一起之后，成为今天的南非料理。我怎么吃都觉得这么喜欢，我现在讲一講，我都還想回去吃啊，很懷念。同樣冇享用嘅料理，嗰個傳統都有其自家嘅風格。做出名聲過後，其他嘅奶嘢未啲推別看分點。天意嘅奶嘢係希望將嚟傳統會結合南非嘅飲食文化，進行發展做一件會講故事嘅家庭料理傳統。如果能夠說把今天從我們的所謂的小吃形態轉化為所謂的這個往上更高一階的所謂的說故事家庭式料理，那這樣子的方向，我覺得就完全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發展，這個發展會是不錯。但是這種發展也伴隨了一個，第一個，你對料理文化要很精深；第二個，你本身對南非的生活要親自去接觸過。接着呢，還有所謂的料理這種東西是需要經年累月去強化你的手藝的。上位有無共用嘅做處，而言下嚟到也就唱到無卡嘅感覺。啲也細細嘅木醋溫度，唔單唱送嚟到南非嘅面色，還有南非嘅神話故事好聽，獻送別國方面嘅藝術品。而言下唔是出國，就感受到非洲國家嘅魅力。